一間位於中環提供輔助生育服務嘅日間醫療中心，將人工受孕嘅胚胎樣本送往實驗室檢查嘅時候，被發現樣本並非屬於原本嘅父母。人類生殖科技管理局已經成立調查委員會跟進。響程序上咧就冇出錯，響病人嘅病歷裏邊咧，我哋亦都唔發覺有啲咩主要嘅問題。咁主要咧就係可能就係送檢嘅樣本裏邊咧，就係多咗幾個，就係多咗擺咗一啲唔係屬於嗰對夫婦嘅樣本。咁樣咧就中心咧其實亦都係嘗試了解咗究竟呢啲樣本係咪除咗樣本唔啱之外，會唔會本身個胚胎已經溝亂咗？咁其實咧就呢個我哋家下得到嘅結果咧就係話係冇搞亂胚胎嘅。事發喺今年5月，涉及2宗個案，一共8個胚胎樣本。局方指情況非常嚴重，會調查係咪涉及人為因素，已經暫停該中心獲批准進行嘅大部分服務。而目前正提供嘅服務需要轉介到其他中心進行，並且唔能夠接收新個案。衛生署表示，中心未有按照慣例喺24小時內向署方通報個案，要求喺4個星期之內提供報告，交代事故原因，並已通報警方作進一步處理。